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安静预备心，然后把手机关静音。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一起举起双手来敬拜我们的主。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主是信实慈爱的主，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愿我们时时的渴慕他，寻求他。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让我们用更深的渴慕，我们来唱出来，我们寻求在主里面的连接。你看看湖水之地，我渴慕你，在荒野无人之处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里太过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接下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要更坚定的爱主我们的神。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
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亲爱的天父，你赐予我们丰盛的恩典，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慈爱信实的主。你聆听我们的需要，你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不足。主啊，愿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活在你的爱和你的教导里。我们彼此的怜悯，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连结。我们不要坚持的依靠自己，而是坚定并且全心的顺服你的旨意。我们要将你的话语放在心中，时刻的提醒自己。我们要常常的感谢，不住的祷告，时常的来亲近你。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愿我们用生命来做美好的见证，享受在你的爱中，过合乎你心意的生活。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念我们的信仰告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那在我们进行报告，可以看到周报。首先，我们为了公祷事项，还有需要代祷的肢体，一起为了他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教会消息。第一点，6月8号，明天礼拜一下午，李春生纪念教会将于台北中委会进行献聘。那志梅牧师为中会所派的小会议长，所以要出席参加。那下礼拜6月13跟14号是长职退休会。那这次的专题是基督徒如何面对台湾民间宗教的婚丧习俗，讲员是王伯贤牧师，地点在新竹的圣经学院。那第3点，因为下礼拜主日6月14号是长职退休会，所以按事工计划定为合堂礼拜。第4点，各团契会长请于6月21前，提交第3季的服事排班表跟聚会内容给干事来会诊。第5点，6月16号礼拜二，北中75至2届议会于大道城教会召开，那2位牧师还有及代议长老会前往参加。团契消息，6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是松年团契的聚会，那内容是灵粮分享。第2点，6月27号礼拜六下午3点有妇女团契的聚会，那内容是浸会长老分享。下面的奉献明细大家可以自行参与。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奉献。
那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宇宙还没创造之前就拣选我们，成为你圣洁蒙爱的儿女。求你要帮助我们来活出得胜的教会生活，在肢体交通中，我们穿上怜悯、恩慈还有温柔，可以彼此包容、互相饶恕，并用爱心来联络全德，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那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将你赏赐给我们的时间、才干还有财物，我们都奉献给你。同时，我们最后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3章12到17节，我来读。哥罗西书3章12到17节，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除此之以外，还要穿上爱心，因为爱是贯通全德的。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还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神。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得胜的教会生活。我们把时间交给一节牧师。这个小孩子在前面，牧师不能太大声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呼召拣选。我们在礼拜天一大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愿意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的心灵，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的话也赐下医治、安慰、怜悯，在座需要被怜悯跟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牧师记得初信主的时候啊，公司的同事都很好奇啊，因为牧师拜了33年哈。那以前一直在拜的这个同事们啊，如今他们啊，我不再参与他们的拜啊，他们拜的时候就离很远。啊，会后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很好奇啊，牧师你怎么样？我就讲给他们听。我虽然那时候是店长，但是我还是会提醒我们的助理，你要帮他们准备拜的东西，因为毕竟宗教其实是自由的啊。他们3不5时就会问我，教会是什么？你们教会是拜上帝了吗？还是拜耶稣？还是拜圣母玛利亚？啊，可能在教会长大的人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不晓得教会是什么？牧师跟你们说，真的教会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牧师来到教会的时候，什么叫新约旧约，我真的也搞不懂。我真的也搞不懂，到底是拜什么，我也分不太清楚。耶稣到底是那个十字架是空的，还是那个到底是天主教、基督教？其实真的分得很不清楚。那大家觉得教会是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教会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像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在某一个方面来看，它跟外面的一些社团啊、俱乐部，其实是一样的哦。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教会就不一样了。教会是通过上帝的呼召我们，聚集我们。礼拜天可以去玩啊，你为什么现在会来这边？上帝聚集我们来这边。意思说，基督徒有可能参与其他的社团。牧师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人参加福伦社。其实听说台湾的福伦社最早是台神的校长协助建立的。
啊，也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啦啊，其他社团的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这样看起来其实很有意思哦。意思说，教会其实不是你想要进来就可以进来哦。牧师，你讲这话好像有点怪怪的。我们不是有社区吗？这个门当然人家进来就可以进来啊。牧师指的不是这一个，牧师指的是跟着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过着跟世界不一样生活的人。其实牧师那个上帝有特别拣选哦。教会跟其他的社团俱乐部不同的是，教会的领导者是谁？这个博彦，你们办公室一定有领导者嘛哈？现在是你是不是？不是一定有一个人嘛哈。但是教会现在的头是也不是知美牧师，知美牧师虽然是我们主牧师，他不是也不是长老，教会的头是基督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救主，基督甚至愿意为教会牺牲。你哪有听过什么宫庙的谁会为他们的宫庙牺牲吗？没有嘛。牧师以前在拜拜也没有说那个我拜的那个神明要为我牺牲啊，没有啊。兄弟姐妹，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最早的那个起点，一定是上帝用让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到教会。我说是最早的起点，比如说以博彦，他的从小就在教会，以赖从小都在教会，他的起点可能是阿公阿嬷阿祖，从那时候起点过来推过来，什么事件？就像我跟志梅牧师，我们这个家族的信主的起点这个就要推到志梅牧师身上了志梅牧师有听他讲过吗？有没有？凯会有是什么？弹钢琴，哇！想学钢琴有注意听哦，想学钢琴但是后来没有学钢琴，去学什么？小提琴哪知道小提琴老师基督徒，然后就用这个点，我们就进入教会了所以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者是我们现在社青团契里面有很多人会找你的同事来那个点我们现在看很多那个点拉来拉去配艺最会拉这个点了看到弟兄看到同事有状况，拿来建成社青，一拉头拉鼓可以某一个人邀请，所以每一个人或某一个家族都有一段信仰的故事，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被选来到教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牧师，我都来营教会那么久，你在问我这个问题。上帝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过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过跟世界不一样的生活今天的哥罗西书的第3章1到2节，我们没有在里面牧师来读一下。第1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都要承认，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某一个属灵的层面上面，我们是死的，但是我们又跟着基督一同复活。意思说，我们要开始追求上面的事。上面什么事？上面就是看耶稣，然后看耶稣做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可是对于我们活在地上的人，那个是很困难的一个挑战的事情。我每天除了礼拜天来教会，平常6天5天都在世界打滚呢，不会受影响吗？一定会受影响。以至于教会里面，其实也是哥罗西书的教会，那个时代的教会，甚至现在的教会里面发生很多事情。教会里面还是很多的贪婪，有毁谤的话，有纠纷，甚至很多人来到教会了，他的生命失去了方向，他没有目标。为什么？你说牧师会吗？真的就会。我们继续看下去。因为我们可能还是一样活在过去，我们还是像旧的人一样。不只是现在21世纪教会里面面对许多对外世俗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我们现在世俗价值观影响也很大，很挑战很大。就是保罗2000多年前的教会一样陷入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经文12到13节，12到1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来，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哥罗西书是保罗面对当时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所以他写了一封信，劝勉他们，然后教导他们。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信，所以又称为监狱书信。哥罗西书从第一章到第2章，保罗再三的传讲，针对问题他来做出回应。教会建造的根基，也就是教会真理的磐石是谁？不是芝梅牧师，也不是我，是基督。而且只有基督哦，没有其他的哦。因为在当时的人觉得说，除了基督之外，还要有其他的。保罗强调，上帝借着基督创造了世界，只有活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才可以丰盛。所以我们从第3章开始，我们在头2章的基础底下，保罗又继续讲，就讲到第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人受上帝的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徒，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打拼来得救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爱。我33岁，我从来没有想到呢，我有一天会成为基督徒。然后就活了33年，然后就被拣选，呼召拣选啊。拣选这个拣哈，拣选这个拣啊，台语比较好那个哈，他这个拣选哈，精算精这个精哈，精头刀，他说电脑也会剪头那个哈，电脑也精头刀，就是像我们这边有妈妈的哈，我们不会剪菜吗？把坏的菜剪走，把好的菜捡起来吗？上帝将我们从世界里面把我们呼召，把我们捡到他身边，也就是什么？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属上帝了。这边说，我们就领上帝了。我们属上帝之后，我们就是圣洁的，我们就蒙上帝许多的恩惠。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啊。所以我们受拣选、受呼召的人，我们要活出上帝拣选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保罗教导说，生活要像基督。保罗的教导是很实际的。他不会想一些天空飘的事情，意思说你在信仰生活当中你要活出来，你不是只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其他的时间要活出来，而且活出来不是嘴巴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你们公司行号里面，在你所处的地方没有被发现，佩仪你是基督徒哦。我想佩仪应该是有活出来，不然怎么那么多人被他吸引？就是佩仪很奇怪，你怎么每个礼拜四都跑去教会一个地方？我们以前神学院一个老师就是说，他以前在学生时代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们活出来，基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将基督的什么？这边想过吗？基督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当作衣服穿起来，当作衣服穿，把这些美德其实不止那么多，还有顺服等等，我们要把这个美德穿起来。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天开始，表明我们是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过去的要想办法让它过去，过去旧的衣服呢，我们就要脱掉，不要再留了嘞。牧师礼拜周间在跟社区长辈分享类似一样的讯息有一个长辈不同意，牧师旧的衣服比较好穿，而且如果有破洞还蛮好穿的。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跟我牧师用比喻的啦，牧师你是用比喻的我们看福音书也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我们要把旧的老我
旧的可能很多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把它丢掉。但是容不容易？我们知道很困难。但是我们想办法先把基督的衣服把它穿起来。因为当我们来到教会、上帝的家的时候，我们要开始面对一个挑战哦。其实来到教会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开始要有彼此肢体，彼此会有开始有一些互动，团契的生活的操练，就好像13节说的，13节说什么？竟然保罗会在这边提出来，就是代表他们那个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倘若这人跟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代表说那时候人有很多的纠纷在他们的信仰群体里面。乐团为了乐团长的事情，大家吵了闹翻了啊！每个都想当团长。比如说这么说，真实的教会团契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当中，难免一定会有嫌隙纠纷发生。我们不要那么天真哦，比如说宗教其实都很 OK 的啊。以前牧师的股东里面也有慈济的，大家看慈济都很温柔，对不对？我跟你讲，里面吵得比我们想象的还凶啊！也是只要是人的地方，我们牙齿都会不小心咬到我们的舌头。有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在我们信仰群体里面，在这个团契当中，突然就发生这样事情了。啊，可能我没有先通知他，今天改了时间，然后那个弟兄姐妹来就很不开心。如何处理纠纷、处理嫌隙，是我们在团契当中一个好的学习。嫌隙会让我们不满，让我们埋怨的事情产生。可是这个埋怨有可能是有真正的理由，但是也有可能是误会哦，可能是误会。为什么说？不管我们在公司行好，或者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度不同，我们站的位置不同，我们看很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可能这个事情，我跟牧师，我跟志文牧师，还有我们小会员，我们用这个在看这个事情，可能跟大家看的事情就不一样。但是不管大事或小事，我们总是要怎么样？彼此饶恕啊，彼此赦免。牧师曾听过弟兄姐妹跟牧师分享，牧师。这个人我爱不下去。牧师，他做的这件事情，我绝对不原谅他。伯彦做的这个事情，我绝对不原谅他。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没有道理？有啊。当我们委屈的时候，我们会原谅不下去啊。我们真是不甘愿啊！我为什么要原谅他？因为这是我们人的限制。但是就像13节最后面讲的。主怎样饶恕你们，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怎样饶恕其他的人。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思想，要不是上帝的爱，要不是上帝透过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教会。来到教会里面开始过丰盛团契的生活，所以既然上帝爱我们，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饶恕别人、宽恕别人的那个力量，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来的，那个是从上帝来的。你看以赖也觉得是对的，因为当我们穿上怜悯、穿上饶恕的衣服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饶恕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牧师讲3次，我们要愿意将基督的衣服啊。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不穿这样的衣服，你知道吗？他始终如一，他还是原来的他。我们要将基督的怜悯、慈爱、谦卑、温柔、忍耐，甚至15节之后我们说的和平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当你穿起来，你穿的越多的时候，你开始会不一样哦。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一节牧师的眼镜发光？因为我换了眼镜，而且这个眼镜刚好第一堂结束，很多牧师你这个折射力很强，尤其站在上面
然后那个折射力很强，发光，哇，眼睛发光啊。我们愿意穿的这个哈，就是那个会发光，我们的属灵的力量就会产生在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啊，属灵的这些衣服是上帝的样式，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他就是谦卑，他就是怜悯人的上帝，他就是公义的上帝。以至于很多神迹其实会在这些弟兄姐妹上面呢显现出来。牧师来建城9年哦，越讲来越快了，9年哦。这9年当中，牧师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上面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愿意把这些衣服一件一件穿。但是牧师也有看到很多的，有一些不是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还是不愿意改变。我想这个是我们2位牧师啊，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因为牧师本身也是这样经历过来，在生命最谷底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用很奇妙的方式来到教会，我们就开始操练。那时候也是傻傻的，人家叫你去圣歌队，你根本不会唱歌。我说我了啊，不是志梅牧师，我也不会唱歌，我就跑去圣歌队啊。人家叫你来参加查经班，我新约旧约我也不懂，我就跟着跑去了。然后那时候还在查什么历代志、列王记，我真的都不懂，但是我就坐在那边啊。然后有什么事情人家找你去，只要你参加什么，找你什么你就去。当我们开始这样一件一件衣服在穿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什么神迹奇事？不是我们当初碰到的艰难困苦，还是那些重担突然就没有了。哇，信耶稣有这么好？很多人信耶稣那么好啊，信耶稣啊，那个有一句台语的歌，信耶稣钱不用还，是不是？啊，耶稣会帮你还。但如果神迹临到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没错。但是真正的信仰不是阿拉丁神灯啊！主啊，让我欠的债全部没有了，哇，求啊，哇，那么好。让我碰到的一个困难，是牧师属灵的眼睛渐渐被打开。当我们愿意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会愿意打开。你会渐渐变一个比较温柔的人。你的同事可能跟他讲说：“佩玉，你怎么最近变得不太一样？你以前讲话很大声，现在讲话比较小声，或类似，我不晓得，就是像我现在去看黄信，那个脸都不太一样。”真的，我们陪了黄信从青少年那种叛逆，一直到现在啊这么可爱。你看晒得这么黑，然后牙齿笑得起来那么白，我还以为你是外国人呢哈。那个其实会让我们不一样。其实是当我们属灵眼睛被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越来越接近耶稣。我们世界旧的那些的想法的衣服会一件一件就脱掉。很多人知道有一本图画书，叫做点点，黑点点跟那个金色的点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那个简单就是说，它也是描写的很正常在信仰团体里面，大家都喜欢说三道四，看这个人不好。博彦不好，就给他一个黑色点点，哇，看到哲心不错，就给他一个亮亮晶晶的。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这常常在给我们贴标签，可是当我心思意念越来越接近耶稣的时候，世界过去的那些旧的想法、重担、原生家庭所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像那个黑点点，它就会掉了，就像衣服它一件一件脱掉。简单就是说。就是开始原本我是依靠自己来面对我的生命，我开始过得依靠上帝的生命。我们一起再来读14节到16节，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好，请。除此以外，还要穿上爱心，因为爱是贯通全德的。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还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赞美诗、灵歌、
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神。古时候人穿的衣服跟我们现在其实不一样哈，大家有看大陆剧跟韩剧哈，古时候的人的衣服都是很宽大，哈，然后衣服一件一件穿上去，穿好的时候要最后做一个动作，什么？要有一条腰带把它束起来，它整个衣服才算是完成，它也才可以开始自由的活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可是他如果没有把那个腰带束起来的时候，他所穿的那么多衣服反而会造成他的不方便。大家有没有看到易节牧师穿的这套西装？还可以吧？虽然没有很贵啦哈。如果我今天没有系这个皮带啊，我自己会有感觉，可能会松动。博远，你平常有穿西装吗？你不用穿西装哦，现在科技业不用穿西装哦，银行业不用穿西装，不用。这边有穿西装的举手一下。宇翔，你也不用。你有穿西装吗？有穿腰带吗？有吗？如果腰带不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垮垮的哈，垮垮的。所以腰带一系上去之后，我整个就挺起来了，整个就挺起来了。保罗在此讲着爱心的爱，是我们过得胜教会生活的秘诀啊，是牧师今天的主题啊。这个爱就好像经文有写的，它是贯通整个美德。我们刚刚讲那些美德很重要一个腰带，而且它赋予这些美德正面的意义，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的关系能一直趋于美好。可是如果我们这个当中没有爱呢，这些美德可能会什么？会产生一些很奇妙的一个变化哦。因为这个爱啊，就好像这些美德、品格也好，上帝这些怜悯爱心的分母，信徒各样的美德要以爱为根基啊。如果没有爱在当中，我们的怜悯、我们的慈爱、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温柔跟耐心啊，都可能会成为虚假的成分啊。乐团，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在服侍的话，每个礼拜都要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嘞。圣歌队也是我们各团契其实也是，我们有主日后的一些爱餐等等招待，一些服侍，我们没办法长久了。如果你不是用爱在做这样的服侍、各样服侍的时候，你没办法利益他人的。因为爱心的源头是十字架，也是我们能够进到教会来的起头。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对我们的救恩。爱让我们不但不嫉妒别人都表现的美德，看到别人有好的服事，我们成全他，而不是说这个我也会啊。甚至在教会里面就怎样分党结派，分党结派。当我们能够去成全，这样的教会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一个教会。最后我们来读今天最后一段经文17节，来请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爱将基督徒连在一起，上帝的爱常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啊。晚上能睡觉，能够起来，都还存感恩谢的心。在21世纪，睡觉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吗？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牧师在社区问那些长辈说，睡觉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越老越不容易睡觉。当我们有一件事情在心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睡不着觉。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跟上帝的赏赐。上帝的爱也让我们教会每一个肢体，我们肢体里面，我们渐渐走上完全的地步。一个完全的肢体，就会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合一的一个教会。这是保罗对哥罗西书教会的盼望，相信这也是对现今每一间教会最大的盼望，就是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得胜的教会生活，绝对是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面，跟上帝的话。所以牧师要再一次的呼吁，牧师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牧师要呼吁，我们每日灵修经文很重要。
但是有空大家也可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查经祷告会，你可以透过线上，因为上帝的话会让我们一天成为引导我们前面的灯跟光啊。你不要一天一大早被黄仁勋、股票什么充满你的头，或者很多的事情充满你的头。上帝的话如粮食一样，会进到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吃饱。当我们被上帝的话语吃饱之后，我们就不会一直对外面的。听说现在很多，我牧师看新闻了，很多股票如果有融资融券对礼拜一听都说很吓。因为美股大跌，听说礼拜一也会很恐怖，所以可能有在弄人就会很担心，上帝的话会让我们吃得心满意足，而且常常有平安在我们里面。得胜的教会生活不是一直在寻找让教会增长的策略跟事工的方法来吸引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建成教会有做一个社区关怀据点。人真的还不少比我们现在聚会的人来多那个我们凯华有来当志工我们总共有100个长辈来9成都是非基督徒我们这个据点绝对不是单单要吸引人来到教会，牧师不是吸引人，你做这个事工干什么？很多教会来我们这边考察，我们事工为什么做那么好，就是问说：你们透过这个事工，有多少人进到教会，然后受洗？我听到都快俩公了。很多人都很爱看教会的多少人数，奉献的多寡，教会的地点好不好？好羡慕你们建成教会就在离捷运站这么近的地方，而且还是独立的一栋，而且还有电梯。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多的教会都在公寓里面长辈都已经爬不上去了，甚至坐轮椅的长辈也上不去了。牧师跟我们据点的负责人金会长老，我们有相同的看见。我们要用爱来做这个据点。其实每一次在讲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多伟大。因为我们在实践耶稣爱的诫命，就爱邻舍如爱自己。而且我们这些志工里面，就像凯华也是，我们在志工里面包含牧师，我们在这个据点当中，其实我们后裔最多，因为让我们实际操练怎么样去爱。爱珍没看到我们是以这里面操练我们不是嘴巴说爱而已，我们是真的在这边操练。因为社区里面，你不要看一群人在这边就发生许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用爱，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得胜的教会生活绝对不是看我们弟兄姐妹在社会上面的地位，或者说是经济，是不是读什么名校，到大的公司上班。其实牧师真的很矛盾，常常为了你们的工作也在祷告，为了你们牧师，我们孩子要考大学来帮我们祷告一下牧师有那个也看到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有的那个真的在职位上面步步高升往上。可是牧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当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越往上的时候，牧师很怕你有可能离开上帝的教会。我所谓离开，不是你离开教会，你的心没有在完全把上帝摆第一位。最后牧师要讲的，得胜的教会生活，绝对是以基督的爱为中心。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我们学习牺牲，我们学习彼此成全，我们互相关心，我们甚至要互相代祷。在建成教会的志工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活动也是非常的多。这些事工、这些活动，尤其看我们开始有下礼拜长职退休会，接下来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琴社，然后圣歌队、护理团契等等，很多的事工。透过许多的活动跟事工，都是我们自己在里面嘛。我们要透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服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这个事工，帮助我们更了解耶稣，学习耶稣，我们跟着耶稣一起背起十字架。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唯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也唯有我们愿意将许多基督的爱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件一件穿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改变，我们也才有办法过丰盛的教会生活。我们一起起立站立，我们来敬拜团来带领我们这个回应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他更靠近。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我心。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用重价所赎过来的，不管我们现在对你的认识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高，愿你那个怜悯的爱、慈神的爱所临到我们。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困难，我们仰望主你施怜悯，你的爱也常常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将我们那些老我，帮助我们许许多多的愤怒，我们许许多多的不甘愿，许许多多的被引诱的地方，
主，那些旧的衣服，你将我们脱去。恳求主，将你爱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好叫我们可以跟主你一起，我们来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免惊》。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到楼下享用爱餐，彼此交流。